今日是世界母语日，李江区大语文教基金会邀请家教托剧团来演小温书想要有一间厝，让囡仔人来听母语故事，顺续思考环境的问题。洪泰为倒位来，大家知影无？为下骹才过来，车真足看，洪泰要来啊！用假声的故事讲出人甲自然的关系。囡仔若学台语，透过故事嘛对生命有无共的体会。希望透过这个短短的囡仔剧吼，讲扣想的这个小温书要有一间厝这个故事，甲这个人甲自然的关系，这款呢，吼大家来重新来看咱家己甲环境应该是安怎的互动。讲母语长时行，即阵愈来愈侪台语家庭的家长选择用全台语和囡仔沟通，希望因自细汉建立母语的基础。就侪母语家庭会做支持的，阮是做感动，因为头开始的时阵，讲故事讲一组一个家庭两个家庭尔，豆豆就慢慢豆豆变济。台语是我的母语，所以我感觉我甲囡仔讲母语是。为着要传承，希望伊后摆大汉会记哩阿母家讲的语言。母语传承是代代相传，即阵各界嘛开始重视。除了家庭、社区、学校以外，母语的保存也是国家责任。文化部伊是国家语言发展法主管机关，应该爱照这个语法法内面所讲的，爱有国家语言的专责的机构，也就是讲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这其中一项。李江区基金会陈峰辉执行长也讲，即阵有客家委员会、原住民委员会，但是也无和台语相关的专职单位。嘛，寄望民间甲政府会使做伙推动，让台湾在地的本土语言拢会当受到保障。记者杨淑晴、张玉水台北报道。